原來觀塘工廠區樓上開咗間幾隱蔽嘅居酒屋，價錢都幾平民，仲要超多選擇。餐廳老闆仲係一個動漫迷，放咗勁多收藏，好似成個博物館咁。今次就去睇下，最平手握壽司都只係10蚊一件，淨係三文魚壽司都有好多款，就好似三文魚腩、三文魚皮、焦糖火隻三文魚壽司咩都有。豪華啲嘅仲有火隻焦糖鵝肝壽司、海膽壽司、油甘魚壽司，仲有佢啲拖羅壽司都唔錯。好靚仔嘅原條池魚刺身，呢度雖然價錢平，但係出品好過好多餐廳。就好似呢個吉列炸豬扒，都幾大塊，炸到金黃色，超級香口。佢個炸粉夠薄夠鐵，唔鬆散，肉質仲要好鬆軟。仲有好多款天婦羅，當然唔少得串燒、燒海鮮、西京燒。超好食，仲要唔多地方有嘅鱈魚子茶泡飯，清酒價錢仲要平到同超市差唔多。網上仲見到有800折優惠，如果想要餐廳資料或者網址，都可以留言 PM 我 send 俾你。特別一提，老闆啲收藏真係多到黐線，仲要分晒唔同區域，例如有 IQ 博士、火影忍者、男兒當入樽，有晒名牌介紹，仲放埋本漫畫喺度，仲有專業級嘅模型場景，我諗閒閒地都要6位數字，仲見到有數碼暴龍海報，再望真啲，全部都係人手畫㗎。老闆真係完全黐 Q 咗線，睇得出佢無論對嘢食定係收藏都好有黑。如果中意食日本嘢，記住嚟試下，再順便睇下啲收藏啦。